今天是换了一个新的麦克风。之前上一堂课大概是我操作有点弄错了，所以之前的第二堂课有点大家可能听不清楚。那么首先这堂课开始的时候一样要问候大家，希望大家身体健康。扎西德勒。那么今天呢是这个冬季课程的第8天。那么我们继续之前课程讲到的这个主题，也就是维氏在藏地的这个是如何开展的。那之前这里面有分几个这个部分来讨论。那么今天呢，在5个部分再加了第6条，就是会加上讲这个他空跟唯识。那么明天的课可能会再加上第7条。我这次分的有一点比较混乱，但实在没办法，因为时间准备的时間比較短暫。那么这里要讲一下，就是弥勒五论或者说弥勒的这些教法，在它是如何开展的。前面一般来说几堂课程当中大概都讲过了，就是弥勒如何开展的部分。但这里我们要特别说明注意的地方，就是在丹珠尔中对于这个印度论点丹珠尔中的印度论点对于弥勒教法是如何出现的，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像是狮子贤论师的般若八千颂大书中有提到这么一段话，他说圣无着呢虽然呢领悟一切经典之意但是对于般若经的字义这2方面无法领会，因此而感到不安。所以这是在狮子贤论师在这个论著中一段话，所以他对于就圣无着对于般若经有一些无法领会所以而感到不安。好，这个投影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吧？有的时候
我播的只有我看到，好像你们看不到。总之呢，这里接着说，这狮子贤这就说，因此呢，弥勒呢就为他讲述了般若经，又撰写了现观庄严论本颂，然后传授给吴卓，还有他的以及其兄弟等人呢。然后之后呢，又经由后者诸师的祈请之下，弥勒因此撰写了这五部论述，这是一种说法。另外呢，在另一位论师叫做阿巴雅卡拉基多，他在一个著作叫《正处月光》里面的说法就不太一样。他提到说，在佛涅槃之后，当时提到法身的佛陀法身，还有佛陀色身的护法，就是金刚手菩萨。所以这段经文是提到，这段解释是提到说呢，佛涅槃后呢，金刚手菩萨就承诺佛陀要负责结集佛语，所以他就召集了弥勒等菩萨聚集在一处，结集般若系的经典。但是呢，因为这些般若经典义理过于深奥，为了能够彰显其意，所以弥勒因此当时呢就撰写了现观庄严论的本颂。所以呢，狮子贤等人主张弥勒是后来为了回应吴卓才写下这部著作，这个观点是有误的。那也有一些人的主张呢，弥勒的著作呢是这个现观庄严论是早就完成了，但是呢并没有即刻宣说，而是后来遇到了吴卓才说的。那这是另外别人的主张，所以这是阿巴亚这个嘎拉基多他的一个说法。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丹珠尔这个藏记当中，这些都是印度的论书，这些印度的论师他们的不同的一些说法。所以由于说法不同，其实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接着对于弥勒的教法，就是对于弥勒的五论到底它是属于哪个宗派的部分，其实之前课程中大概讲过了，但今天呢再做一些说明。一般来说呢，对于弥勒这五论，弥勒教法到底属于中观还是唯识，在印度和中国佛教当中看法上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呢在藏地却有很大的争论。那有很多不同的主张，不同的看法。那么比较普遍的一个主张是什么呢？大概最主要是有3种吧。就是一种是觉得是中观也是唯识，再来一种是五部论都是唯识，再来就是五部论都是中观，大概是这3种。但比较普遍的主张呢是都是就是一部分是唯识，一部分是中观，所以是混合的。那这样普遍的主张的人有谁呢？有鄂义师，就是洛登谢拉，还有理见世尊，还有荣敦，还有果然巴。所以大部分这些大师都认为是这样子的一个那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就是其中现观庄严论呢是阐述中观思想，接着大乘庄严经论、辩中边论、发法性分别论，或者也叫辩法法性论那总之这部论呢，它有这个它有分这个叫做颂文本，还有这个叫长行本这样子的2部。那么总之呢，这部论呢是所以现观庄严论刚刚说是中观，再来后面3部就是大乘庄严经论，还有辩中边论、法法性分别论。
那这几部论呢，思想上主要解释三自性，就是唯识。再来宝性论呢，是这个讲说如来藏经的这样一个究竟大乘的思想哦。所以这是比较普遍的认为弥勒教法弥论五论的是属于哪一个宗派的这样一个说法。那么在这个入中论释，就是第八世米觉多杰的里面提到哦，这米觉多杰他就提到曾经就是他的上师就是父尊大惹巴桑杰年巴曾经说，这个弥勒五论就慈氏五论呢，解释一切广大因果称的教言，中间的三部论著虽然没有不附带的提到中观法义，然而直接阐述的是唯识不共义的典籍。再来，弥勒第一部论著就是《仙观庄严论》，为属于中观唯识共同的论点，最后一部属于经序显密共同的论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的说法和普遍的说法是一样的，也就是弥勒五论同时都有中观也有唯识的思想这样子。再来，认为五部论全部都是中观的思想的，认为有谁呢？有就是现观的权威的这样一个雅士哦，那他就是雅米蓬曲吉拉玛这一位。然后再来还有朵波希尔养真、班钦、释迦乔丹他们等等这些大多数的他宗派的大师哦，他们都一致会认为这个弥勒五论都是中观的论点。所以接下来呢是全部认为五部论点都是唯识的，那有谁是这么认为的呢？有位叫仁达瓦许努洛珠，在他的一个教言集当中有一段是对这个泽谦堪布的一个问答录中提到，弥勒的教法在唯识当中被无着兄弟和其弟子们讲说，如果弥勒的教法阐述的不是唯识思想，如果这么说的话，那么无着兄弟和其弟子的这些论著也都会变成不是唯识宗的论著了的著作了。结果会变成怎么样呢？会变得连一个唯识宗师都没有，你都找不出说不出谁是唯识宗师了。有这样的一段记录。同样在另一篇当中，也是仁达瓦的另外一篇说，在于喇嘛维瑟讲采问答录中提到，弥勒五部论著当中，现观属于中观，其他四部属于唯识。有人问他请问这样的说法依据是什么呢？那仁达瓦的回答是说，如果中观就应该全是中观，如果是唯识就应该全是唯识。这个意思就是说，不应该有的是中观有的是唯识，所以如果是中观就应该全是中观，如果是唯识就应该全是唯识，所以应该是这样。但是呢，这样的分类很清楚是出自圣解脱君和狮子贤过去藏传佛教大师们也都是这样认为的，这是有这样一段记录。所以呢，过去所以仁达瓦这里他的意思是说，虽然过去很多藏传佛教大师认为是中观跟唯识是混合的，但是他觉得弥勒的教法全部都是唯识。但是呢，虽然有这样一位说弥勒五论都是唯识思想，但实在这样说这样子的话的藏传佛教大师是很少的。那以上是简单讲说了到底五论是属于哪个宗派思想。那么接下来会讲解一下到底这几部论呢有什么样的注解。
其中5部当中有以大乘庄严经论来讲，有世亲的注释，辩中边论也有世亲的注释，法法性分别论或辩法法性论也有世亲的注释。宝性论呢，一般来说有无着的注释，那一般认为是无着的注释，但之后这个国际学术上的研究也认为是世亲的一个注释哦。但这部分我想以后在讲宝性论的时候可能再细说。以上谈到的这4部论，可以说你可以看到4部呢，无着的兄弟都有注释，但是现观庄严论呢好像是除外，到底有没有他们2位的注释是不清楚的。所以似乎现观庄严论是否有他们2位兄弟的注释，现在说不定。那么讲到现观庄严论呢，有关这部论的注解呢，写着好拿了呀，点点听个的，等你就是打第一个呀，我们学点的牛肉的写多的，讲这年纪过的啊。不仅讲为个了呀，参与谁主编就是当年的呀，我们学么，就当年就彻底就多些的呢，他的节目上的就是他确实给民都上是吧，他说。牛肉写下的，牛肉写下，但因为第哪老了呀，看到两个就看到是那虚名呢，但既然讲这年纪越变哪老呢，他的，但多年加了别个，这个中医，多年马加了这个故事还是写要了吧。但第哪呢？但多年加个这帮南通马的南这的下，好不南这的这边给这帮下的好吧？但这样好不南这的这样这样，你去。那么这里是提到说就是有结合了。那么当时呢是有一位叫做。据说第一部这个注释现观的注释是世亲的弟子叫圣解脱君，他写的这个注释。那么据说呢，当时呢有一位叫居士善凯甲从布达拉迎请这28000颂呢到瓦拉纳西，然后这个圣解脱君呢也同时呢得到了弥勒的一个授记，就说你要前往东方。这样一个授记，他也来到了瓦纳西，然后2个人就在当地呢碰到了，也就在那个时候开始了这样子的，就是25000颂般若经配合比对现观庄严论这样子的一个比对工作。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有这样子的。大抵哪呢？这个哪呢？这把他们这个哪呢？这个啊，女把七岁这不这，但也当团队的，呢，女把七岁这不这，因谢谢，呢，中间这个就是真松下，卡的是女把七岁没经常卡的是呢，但啊，那么就有些就等于是那个的，卡些个，呀，就有些你说是真的送多啊，有些你说他们这切不女把也没去呢。这把女把七岁的谢谢，但真正送你这个样的多，但有些就等先用高丽啊，这种地位人高丽啊，有些就等的他配些韭菜。那么在这里面呢，有一种说法说呢，就是其中有一部叫《般若8000要义》它是最能够广泛解释这20部母子般若经的一切要义的。所以是被认为是所有释论当中诠释能力最广博的。
但是呢，在赤松德赞父子那个时候，共有广略17部般若经被翻译成藏文。当时呢，认为这17部经涵盖一切般若经。不过之后有些大师反对只有这17部经的观点，认为那不过只是说赞普时期曾经翻译过这17部般若经，并不是说般若经只有这17部所以否定般若经只有17部的人，认为还有像金刚手请问经啊、金刚床请问经都是般若经等等。所以总之那个时候应该说并不是只有这17部譬如说像金刚手请问经啊、金刚床请问经都是般若经，但没有被包括在那17部当中，而是之后由布敦这个巴的这个上师叫塔巴义士他新译的。总之呢，另外其他现观庄严论就不多说那么其他4部弥勒的著作，多少也有印度的注解本，像大乘庄严经论，有无性论师的注解，有安慧的注解。然后还有一位叫做利他这位论师前拉片吧，叫利他这个论师对于前2个颂文的一个注释。还有呢就是扎什弥洛班钦加纳什里的一个注解。再来对于另外一部著作叫辩中辩论，也有安慧撰写的对于实经的注解等等。其他大概印度的注解本应该是没有了。那么在这里有一位叫李见世尊他主张说，像瑜伽师地论的主旨有17谛，还有摄抉择等等5谛，和摄大乘论与阿毗达摩集论。这些呢都是弥勒菩萨所这个亲说，然后由无着他所归纳跟整理的。那这样的一个说法也是受到大部分的这些学者的支持。那么至于呢无着所写的一个解深密经术，当然这部分也是有争议，是不是他所写的。再来还有世亲的十地经的术，还有三自性论等等这样的8部论著。这一系列呢就整编成为弥勒20论。那这样的说法是藏地学者一个归纳，可能各位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所以这里简介绍一下。首先是20部弥勒相关的20部，首先是2个2庄严论，现观庄严跟大乘庄严论，然后2分别就是法性分别跟辩中辩论，再来宝性论等慈氏5论5部，有5谛论5个，再来再加上瑜伽师地论，然后再来摄大乘论跟阿毗达摩集论，然后再来世亲8部经，有8部论，所以这样总共有20部，所以这就是一般说弥勒的20部法。那么再来世亲的有8部论述呢，有哪8部呢？唯识20论、唯识30颂、释鬼论、成业论、五蕴论、缘起经书。那至于这个缘起经书呢，
有的时候会说不被算在八部论述中，有时候会换成是变法法性论释。但是像布顿、仁清竹、色日解尊这些大师认为还是缘起经书是对的，再加上辩中边论释、大乘庄严经论释等等，这样是世亲所造的八部论述。但是呢，在达拉纳他呢，在他的印度佛教史当中呢，他会指出说呢，他会觉得这样的分类不太合理哦。他觉得说这八部，譬如说缘起经术啊、辩中边论释、大乘庄严经论释、释鬼论啊，这四部很难被称为数论。像成业论、五蕴论、唯识20论、唯30论等等啊，像这些有些可以叫数论，有些是不可以。他觉得有些是数论就应该加入就是应该加上是数论的名称。总之呢，这里有一位叫李健世尊呢，他认为说这个八品论还有这个弥勒20论的这样一个分类法，这应该是藏地学者的一个归纳的一个说法。再来，弥勒教法和藏地最早的缘起是什么？当时是一位巴扎罗扎瓦这样的译师，他们到了印度学到了这样一个弥勒的教法。송시 신지 파업샤 든지지 배시시 예배 계셨도 야 대당 균념리야 아니 빼맞습니다 든지지 그 로자와지 중발했어 同时当时有这几位译者他们当时他们听闻了这些弥勒教法，像是大乘庄严经论等等之后，他们就做下了笔记。那么这是他们最早就是跟弥勒教法，然后再来就是恶译师，他写了这个现观庄严论的这个注解。然后还有这个心经的，然后还有大乘庄严经论，然后变法法性论等等的这些摄要还有解释都有。这些恶译师所写的这个注解大部分都有，像是他所写的宝性论的注解，大部分也现在大家都看得到。所以这大概是这个弥勒教法最早跟在藏地的结缘因缘。那么不只是翻译还有再来就是为他人讲说，这个教授跟讲说这个弥勒教法，一个是说从赞卡沃切他传承下来的，这在上一堂课有提到过，有这样的一个传承。
这被称为叫弥勒教法的，或者说弥勒这个五论的一个禅修法、修持法。那现在最主要的传承就是从恶意师传承下来的教授法。那么他的这个教授传承可以说是在藏传佛教的第一座佛学院。印度来讲，这是那烂陀；在藏地来讲，第一座佛学院。在这座佛学院里面呢，就有非常多的智者，最主要学习的就是慈氏，这是弥勒的很多这个经典，弥勒的这些论点。所以这个恶意师传承下来的弥勒五论真的是之所以传承下来，真的是恶意师的恩德。所以不只是弥勒的教法，你说中观也好，英明也好，这样的传承，总之跟佛学院这样一个教育系统的传承能够延续，能够弘扬，都跟这位恶意师的传承很大的关联。所以真的是他的恩德是很大的，这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不然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都是以为只有四大教派，都觉得只有自己的，好像只看到是自己的这个传承，但都忘了说，其实整个藏传佛教最早开始这些祖师，就是在四大教派还没有这样的名称，甚至没有这样的分类之前，那么甚至是在前弘期或者在后弘期开始之前，有非常非常多，这四大教派还没有这样分类之前有非常多的藏传佛教的大师们，他们真的是尽心尽力的在藏地弘扬佛教，然后在佛法的教育上、实修上，还有事业上不断的做弘扬，才让我们现在可以学习接触到佛法。所以真的要特别的感恩他们。那么以上的就是提到说这个弥勒教法跟藏地的一些因缘。那么接下来会提一下这个他空跟唯识的关联性，这部分呢比较复杂。就如果呢这一次我们只是可以说只是不是说出一个结论只是提出大概一些看法而已。那么我觉得这一次谈到这个他空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他空跟唯识很重要。在讲这个主题之前，我们必须要先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自空跟他空的差别是什么等等，我们需要先知道。但我觉得要在很短时间内讲好这个自空他空是很困难的。但总之在藏地之后就开展出来的这个就是传承，就叫做自空跟他空的这两个传承。那自空派是什么呢？主要是以龙树的中论还有月称入中论的思想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派别，这可以说就是自空派的思想。再来他空派呢，是以宝性论为主的弥勒教法和无着兄弟的著作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派别。那么自空跟他空的这两派的思想其实讲起来是很复杂的，但是最简单的来讲就是主张万法自性本空或谛实空。这个呢，这样主张的人就是自空派。再来，如果主张这个
本质如来藏的自性上不受客尘所染，或者说客尘空，而如来藏自性不空，这是他空派。那么对于这个他空派一般会说是从赞卡沃切他是第一个可以说强调是宝性论的人就是说是他强调说宝性论当中有这样他空派的思想。之后呢，再来是冈巴巴让中多杰呢，也强调他空派这样的思想。之后呢是多波巴谢让养增，他才在各方面真的从根到果各方面建立起他空的思想，可以说建立了他空派。所以之后就成立了这个叫做觉囊派。这里上面有提到让中多杰跟他空的这个关系是什么？那么一般来讲，这里有一个说法是让中多杰的他空思想似乎比觉囊这个多波巴还早。一般说呢，历史上来看是觉囊棍坚呢，他是有一次他去拜会，有一段历史说他去拜会了让中多杰，他们在思想上交换了很多的意见。当时呢是让中多杰站在他空的角度，然后觉囊棍坚呢是自空的思想的，然后他们就做了很多的讨论。所以等于说在这个觉囊棍坚还没有成他空思想之前，他先是自空的。所以总之呢，他们有很多的讨论跟辩论吧。最后呢，让中多杰怎么说呢？他就说，现在呢，让中多杰就对这个觉囊棍坚就说，你呢是在反驳我，但是未来你会把这个见解当成你的自宗的思想而守护的。似乎这有点像对他的一个授记一样。这在觉囊派也承认有这样一段公案，那么噶举派里面也是这么说的。所以从这一段公案这一段记录来看这个让中多杰的他空思想是早于这个多波瓦的，就是觉囊棍坚早于多波瓦的。而且呢，让中多杰的他空思想呢，还影响到了这个多波瓦。好，那在这里休息30分钟。다 당기디 초 튀는 쉬어야 봐. 들려야 아니 까마바 군지 숨바 런주도지. 那么第30伽马巴让中多杰，那么他的他空思想呢是早于这个多波瓦，觉囊棍坚多波瓦，所以这部分的历史在上一段呢介绍过了。那么让中多杰呢，他是否撰写了一些和他空有关的论著呢？是有的，譬如说法界赞的注解，还有法性分别论的注解，甚深内义正文和释文，还有
宝性论的这个纲要等等。所以它比起去阐述空性无遮的这些思想，它更强调的是如来藏的这些思想。而且呢，壤中多杰他曾经呢说过，想要进入甚深金刚乘的人，如果没有通晓宝性论和我所写的甚深内义的这些词义的话，也将无法真正的了悟深广的密咒义。因此呢，一定要好好学习这两部论著。所以呢，就像是第三世法王对于我们的这样一个告诫哦。那么至今噶举在甚深内义、二品序还有宝性论这几部论著上的教学也从没有间断。我想这就是因为第三世法王他的这样一个发心所致。那么壤中多杰他的思想是他空，那么棍真多波巴也是他空，那么他们的思想有没有什么不同呢？他空思想有没有差异呢？一般说都是他空思想，但是我们从壤中多杰的著作，还有从他的弟子显而人间他的撰写的著作来看，壤中多杰的他空和多波瓦他的这个他空思想是有一些不同的。壤中多杰呢，只是主张如来藏在圣义地超越有无，而并没有完全说如来藏是实有。但是呢，因为壤中多杰主张什么呢？他主张圣义地是这个本质，所以讲到这个本质、这个心、这个本质的时候，就比起无，这个本质是更有好像在强调有的，给人这样一个感觉。所以因此呢，总之呢，彰显了龙树无着的意趣呢是一致的。让东了都是土捏不面嘛，这不知道。让东把的这个先当了土面捏不面吧，这不是，那这个能水机加油了吧？但因呢，让第一个不如的了呀，开发开些这个让东先当给没送给这穷油了吧？但第呢？之后呢？虽然他空自空呢互相有一些不喜欢，但是呢，壤中多杰大概是第一个觉得说他空自空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那么棍真多波还有棍真龙谦吧，也是觉得说自空他空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那么棍真龙谦吧跟壤中多杰也有这样一个师徒关系，也有这样一个说法。那么棍真龙谦吧也受到壤中多杰的一个影响。那么之后米胖仁波切也有这样子自空他空是没有差别的一个看法，所以他们都把壤中多杰都是非常尊重的。因为可以说壤中多杰是最早影响很多人有这样子认为自空他空是没有差别的这样的一位大师。再来还有一点我们必须值得我们注意的，那这里所谓的这个实有是不是
二转法轮所谓的这个实有，这还是值得讨论的。samtang yimina ranjung yishi de yimbina zena nyego mare di gyun zan de ne ranjung yishi de kolo phabe kamne shebe din du de mais 所以这个自身的本质呢，总之它不是二转法轮认为的那种实有。khoa thoma meba ne khorang rengjin le ya ji yuwa meba somarbe ta ji chuma meba suido ne ya ba yimare tene du sane 这样的一个自身本质呢，是无始以来本具的。这样的本具跟实有实存这是不同的。总之，这样一个自身本质呢，我们写的，大家当给人中多些，人中多些这样就啥点了说别给，身上被凶猛不起。那么讲回到让中多杰，那么他是有文思过这个瑜伽师地论等等这些唯识典籍，但是呢，他也特别注重这个弥勒的著作，他可以说是在噶举内各个派别可以说推广弥勒教法的第一个人。就是군지 전화 받쳐 뭐 더보 실업 연습마다 더보 실업 연습을 진빈다 삼삼바 더보 실업 觉囊呢朵波巴十二养称呢，他不会称自己是唯识宗，但是呢，他还是非常这个看重这个弥勒的这些教法，还有唯识的典籍，他也很强调这些典籍的重要性。而且呢，这些典籍呢，唯识的典籍也成为了他的思想的主要依据。那一方面来说呢，这个龟坚朵波巴对于这些经典的流传呢，也是起到了很大的这个作用的。但另一方面来说，也有许多人是不是很赞同的，所以有人赞同，也有人赞叹，也有很多不赞同的。总之，在清史当中就记载说，虽然很多人说片之觉囊巴就是朵波巴认为如来藏真常的主张是错误的，但是在卫藏地区，很多人还是把宝性论视为本尊这大概都是因为他的恩德。所以当时呢，就像这里记载的，所以还是有很多人就是会讲说教学宝性论，所以这个是赞叹，说这都是多波瓦的一个恩德。但是果让巴大师却说，把唯识之名置换成他空，把唯识呢换了一个新的名称，叫做他空。除了这个之外，它的本质还是唯识。所以这就是大中观的这个传承，觉囊派是会这么说的。所以可以从这样果然把这一段话说，也可以听得出他的这种是一个不满的一种话。
다와나 전남박 따지 줍다 용자래야 什么的这甚至被兄弟的用这个甚至被兄弟的那长南军可是全部被给甚至被兄弟把洗掉啊那么多波版呢他在这个山居法疗愈大海呢他呢透过各种的引经据典还有逻辑的推理他主张说什么三转法轮的各种经典慈氏五论啊摄大乘论啊毗达摩集论瑜伽师地论世亲的唯识20论30论等等都不是唯识见解而是中观而且是中观当中的大中观他认为呢这些而且都是他空的经典而且呢在多波瓦桑叶他写给弟子的书信当中呢他提到说他断定呢三转法轮一般说是唯识但他断定说三转法轮是唯识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再来一般说弥勒五论论著五部论著是大中观的是唯识的典籍但是他断定说或者说弥勒五论有一些是中观有一些是唯识他说这都不对他断定说弥勒五论全是中观的典籍是大中观的典籍再来一般也会说华严经啊大涅盘经这些都是唯识思想最主要依据的这些经典但他也断定说华严经大涅盘经都是什么呢大中观的经典再来一般都认为吴卓兄弟啊还有陈那等等都是出名的唯识师但是他也断定说不是的这些他们都是中观师还有他也说这种用唯识诠释般若是不究竟的等等他说了很多这些断定的语言所以从这样子上面这些记载来看从觉囊派的主张来看到底哪部经典或者哪位大师是唯识宗的其实都说不太清楚或者有说清楚的部分来看除了一两部经典是唯识一两个大师是唯识之外大概现今国际上公认的唯识大师和论点大概全部都被这个觉囊派否定了다 전환 군진 퇴보백이 제리야 나全백이 전환 개발 탐색가 나로네多波瓦大师之后著名的觉囊派大师呢有觉囊多罗那他那么他呢是非常的博学尤其在这个史学上所以他所撰写的这个印度佛教史也是特别受到了这个大家的敬重而且呢他也是非常的这个公允无私的他在很多的这些论述上面都非常的公平的那我自己也觉得他的说法似乎和波多瓦的说法就有些不同那多罗那他怎么说他说轻便的多次批判吴卓是唯识师说他是不对的从这样的说法上来看怎么会说他不是唯识呢但是呢多罗那他呢在印度佛教史当中呢你会看他不用唯识 samjam 这个用词而是使用觉相 namri 这个词有时呢也是用唯相中观就是 namri uma 从这些他不同用词上或许可以知道说有些地方似乎还不是很清楚所以用词也不确定
所以根本上来说，从达拉那他认为陈那论师、安慧护法、月观、调伏天、无性等等这些论师是唯识师的说法来看呢，所以他承认这些是唯识师，所以就和这个多波瓦那个认为说无着啊、世亲等等呢，不是唯识师的主张呢有所不同。所以多罗那他的主张呢，普遍来说就是无着和世亲论师都是唯识师，但是呢，他们的真实思想却是踏空大众观，大致是这样子的。但这也是还要再值得再去做观察研究的。大家想了，가르잖아. 다 현동 그 들고 텔이야. 대부把全被解了呀。那么在多波瓦这个之后，踏空的思想在多波瓦之后，还有一位叫班钦释迦乔丹，是他的见解可以说是最特殊的，或者说是最殊胜的了。这个班钦释迦乔丹呢，他是萨迦派当中所有这些大师当中有3位这个精通显密的大师之一。第三道边界的享受吧，可能干嘛不对不起来家族的下面西边拉说吧来，这吧而且呢，它和第7世伽玛巴还有第4世夏玛巴呢都是有关系的。他呢，除了不仅对于萨迦的大师们，他也对于噶举跟而且他跟噶举呢、觉囊等等其他教派大师们也都有很大的影响。他上半身是信仰自空，然后下半身信仰的是踏空思想。他主张什么呢？他说中观呢有2种，有瑜伽行中观和说无自性中观2种。那么前者可以再分成自空跟他空，后者就是说无自性中观，又可以分成自序和应成。所以这是他特殊的一个分类法。那么瑜伽行中观自空派，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由净命论师传下来的这个传承。那么瑜伽行中观他空派指的只是由无着兄弟所传承下来的。所以这里有提到瑜伽行中观派，这是我们都听过的。但是呢，瑜伽行中观自空派或者瑜伽行中观他空派这样的用词，大概这个是班钦释迦乔丹特殊的一个用词分法。另外呢，这位大师他在用词上也很特殊，用词也很复杂。例如呢，他认为唯识，虽然呢这可以是指的是说4部宗派当中的唯识宗，但是另外觉相就是 Namri， 还有所谓的瑜伽行就是 Najujeba， 这个不是特别指唯识，而是同时也可以指中观跟唯识。因为呢，就像前面有提到，瑜伽行中观这个派也可以特别指这个中观跟唯识的。而且对于呢普遍认为的真相假象唯识这样的一个分别呢，就一般唯识我们会说有真相假象唯识，但释迦乔丹他却认为说，虽然呢在唯识的经典中是有真相假象唯识这样的思想，但是这样的用词在印度呢是完全没有的。同时呢，
他还认为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主张。他说，真正名副其实的假象派，应该就是瑜伽行中观他空派。所以平常会说假象大中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这里说，真正名副其实的假象派应该指的就是瑜伽行中观他空派。另外呢，他还有一个主张，他认为说，一般来说，中观和唯识这两者，或者说唯识和瑜伽行中观他空，这两者的差别在哪里？在什么呢？就是说，主张呢，心是胜义有是唯识，而不主张心是胜义有，而主张唯有分别自证智是胜义的，是瑜伽行中观，是这样子分。另外呢，依据唯识宗来说，虽然本质也是心事，但是在瑜伽行中观派来说呢，本质它不是心事，这两者是不同的。再来，依据唯识宗认为呢，依他起为真，但是瑜伽行中观派会认为依他起是假。而且这部分的讨论，他说不仅在辩中辩论，而且在大乘庄严经论当中也清楚提到，依他起如幻，因此非真实存在，非真为假这样的道理。以上都是这个释迦乔丹他的一些主张跟看法。另外还有个他跟多波瓦的看法不同的有什么呢？好呀。양결집 고시하는 만들지 마스다. 따서 나중에 변시 샤저의 대부분의 양 송당면에 지 가려서나 우마베기 화변 센데디 주기 통매 yap세. 多波瓦认为呢，这个合格的中观师们虽然将无着兄弟视为唯识师，但并没有否定他们。多波瓦是这么认为。不过呢，释迦乔丹是主张清辩和月称两人虽然有驳斥无着兄弟，他是有驳斥的，但是呢，他认为呢，他们并非驳斥瑜伽行中观的思想。驳斥的是什么呢？而是驳斥无着兄弟两人他们在著作当中呢，很多这个通于唯识宗的这些一般的观点。另外呢，月称他也认为说，月称和清辩等论师呢，虽然说无着兄弟呢，因为没有了解龙树的这个空性义，所以说不是中观师。但是呢，若无着兄弟仅仅因为这样子就不是中观师的话，那同理可证什么呢？我们可以怎么说呢？那无着兄弟他也曾经这个指责这个什么月称和清辩等无性论者为这个堕断边者。那么这些论师呢，也应该就因为这样子被说，就成为断边，这个堕入断边者了。同样呢，这个另外一个举例，同理呢，月称也曾经主张说清辩的观念是通这个实有论者。那如果这样的话，所有自序派学者，清辩的自序派学者，也因为他被说成是通实有论者，那所有的自序派也应该变成实有论者，所以这样是不合理的。所以总之呢，依照班钦释迦乔丹的说法和主张，
他是这些他空思想讲说者当中比较特别的。总之呢，他也受到的像格鲁派还有这个至尊米居多杰很多人的一些这个驳斥。但是无论如何，在藏地会说有这个用词，比如说假象派是中观，会说假象派是中观，并且认为说唯识和这个相，这个或者说这个觉相等等是有差别的，这样的特殊的这种说法跟主张，可以说都是来自于这个释迦乔丹。所以在他空这个思想的当中呢，你看也有一些不同的这些讲说方式的。总之呢，可以说做一个对于唯识中观的关联性做一个结语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看到在藏地并没有真的建立起唯识自宗，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个所谓的唯识宗。但是呢，从实际具有一致的这个背景这样的一个严格来看，就是所谓的背景，比如说从他们的经典，从他们的整个这个严格发展经典依据等等，你会发现唯识跟他空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跟唯识思想非常接近的这样一个思想就是他空。但这不是我现在没有在说他空思想就是唯识思想，而是说从他们整个发展起来的背景来看依据的经典来看因为他们的依据的背景就是依据的这个经典都是相同的。但无论如何呢，你会发现他空见的人呢，还是绝对不会说自己是唯识宗。不仅如此，不说自己是唯识宗，而且呢，他们甚至还蛮讨厌这个唯识宗的，会跟唯识宗这个保持距离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有原因的。他空的人想要跟唯识保持距离，我觉得有以下几个原因但这只是我的一些这个浅见不一定是真正说对了。那首先第一个原因，一方面来说，就是因为我们说藏传佛教的它可以说是这个大乘佛教所以它那么就必须是中观和唯识其中之一。我们大家心中藏传佛教都会想，要不就是中观，要不就是唯识，可能是2选1这样一个情况，因为是大乘佛教嘛。那如果说要选，会选哪一个呢？那当然普遍大家都会选中观嘛。为什么呢？因为中观是就近的嘛，最高深最就近的思想，没有人会选那个不就近的嘛，所以会选中观。然后尤其这个我们说后弘期又真的受到这个中观，尤其是中观应成的这个思想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呢，谁都真的放不下说自己是中观的这样一个身份。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实在放不下自己是中观的，不管是大中观也好，小中观也好，但也没有所谓的小中观，反正就是我们就是中观应成这样一个身份。这是整个藏传佛教整个这个藏族社会的一个可以说的一种共识吧。如果没有中观这个身份，你根本好像在这个宗教当中没有地位，有这样的一个意思，这是第一点。
所以不会说自己是唯识，要跟唯识保持距离。再来第二个是藏地呢，没有印度的这些唯识大师来过。就是真正有影响力的唯识大师，印度唯识大师没有来过藏地。再来呢，另外一方面，像是中国佛教有玄奘大师，你看他为了这个学习唯识，他到印度，但是呢，西藏却没有这样的一位这个藏族大师像玄奘大师一样，为了学习唯识而到印度去。所以对于藏族来说，到底唯识思想的传承是什么？不清楚，因为没有人这样子讲，没有人这样子传授。同时呢，唯识的文献也都不清楚。那当然，我们说有有弥勒五论、弥勒等等唯识的这些根本论点。但是呢，虽然有这些论点，但是呢，却没有很清楚的真正在藏地有那样子清楚完整的有架构的唯识思想，在藏地没有。因为没有这样子清楚唯识有架构的唯识全面的唯识思想唯识宗的思想，所以结果呢，那些弥勒的唯识的这些根本论点也像是这个羊皮一样被蹂躏这就是被大家东扯西扯，被不同的其他的宗派的思想被拉扯，有这样的意思。再来第三个原因，不说自己是唯识就是呢，现在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在中国佛教也好，或者近代现在国际上主流观点认为，其实现在唯识思想呢也受到了如来藏思想的一个影响。本来这部分我明天想要讲，今天是不多讲，就是唯识跟如来藏的关联性。甚至呢，很多呢假象唯识的大师，像是安慧也是跟如来藏思想关系紧密的人。所以呢，他也是后来如来藏思想呢，很多人觉得说他也是成为一个如来藏思想开宗很重要的一个人。所以呢，唯识和如来藏当中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非常深奥的。所以如果对于自宗，就是唯识自宗的观点没有掌握好，或者说对如来藏的思想没有掌握好，没有全盘理解的话，所以可能就会有所误解，就会觉得唯识宗的思想把它解释成为如来藏，把如来藏思想解释成唯识宗。因为其实从历史上的确唯识跟如来藏是非常有关联性，关系是很紧密的。因为两者关系是这么紧密但如果没有真正搞清楚两边真正的说法，所以可能有时候会搞错，就把唯识的思想说成以为是如来藏的思想等等这样子。所以总之以上的几点原因
所以会让那些他空见的人呢，不会说自己是唯识宗，而且甚至会想要跟唯识保持这个距离的一些原因。但是如果说呢，这个藏地的这些他空派的人呢，不要太坚持哦，在那么坚持自己是中观派，而把自己呢当成是什么呢？是如来藏思想的一个派别的话，就把自己当成是大乘的某一个派别就好，就是如来藏思想的一个派别的话，我想这就还好，就会是另外一个情况了吧。因为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佛教是有这样一个情况嘛。那么现在国际研究上，那么就是大乘佛教本来也是说有中观跟唯识，但是呢，现在国际研究上会发现，大乘不只是唯识跟中观，其实还有第三个。他们的研究出来是有凭有据的。他们认为那个最重要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宝性论。所以一讲出这个依据，各位藏传的僧众可能听了也觉得又怎么样？当然我们都知道有这部论，不是这样的。是他们发现了什么？他们发现了这个梵文本的宝性论，所以他们在梵文本的宝性论上去研究，就发现这个宝性论的梵文本呢，跟唯识跟中观呢又有一些不同，所以呢，它又是大乘，但又跟唯识跟中观又有一点不同，所以慢慢呢，从这个当中呢去研究，慢慢的整个越来越清楚。所以我发现，这个研究真是很好，这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果。其实你看印度在当时的思想其实是非常开放的。你看当时有18个部派，你看声闻就有18部派，那为什么大乘就只能2-3个派别呢？所以我觉得大乘呢，其实如果我们承认不只是唯识中观，也可以有一个如来藏派，在藏系派也很好。所以我们这时候就不用总是卡在这个中观里面要有自空他空，一定要想要把自空他空塞在这个中观里面去讲，但总是塞不进去。那还不如很清楚有一个第三个大乘的，就是如来藏思想的话，这样派别的话是更好。总之这部分我们在之后宝性论的时候再讲。总之呢，这个他空的思想呢，它不仅是觉囊派，你会看到也传到了萨迦派、噶举、宁玛这些各个教派当中，也都有在说这个他空的思想。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萨迦、噶举、宁玛很多的这些大师都在说他空的这些见解跟思想。也不松下不这样的，马到大样去行动到我行跟地的去做出那个样没些诚信的去这些我们去学他们都。这研究啥呢？行动给到我的按别个区域配置的区域。所以你看他空的这样一个思想现在可以说
可以对于藏传可以说4大教派哦。那当然把觉囊派也加进去就是5大教派哦。那总之呢，都影响到了。但是呢，他空思想的弘扬对于唯识的思想的自宗的建立有帮助吗？其实并没有的。其实你看哦，他空思想、唯识思想依据的典籍都是一样的，但很奇怪，但却没有他空思想弘扬了，却没有让唯识的思想弘扬起来。然而呢，他空思想的弘扬的确也对于弥勒的这些著作、吴卓兄弟的著作的教育上啊、弘扬上，这倒是起到很大的帮助、很大的作用。所以你看，这个它的关联性很巧妙。你说他空思想是唯识思想也不行，他空的人听了呢，也觉得不是这样的。他们俩还是有些不同，但是这2种思想，他们依据的经典却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2种思想还真是奇妙的一种关联性。我想这样的奇妙关联性大概只能发生在藏地吧。所以这一段就是讲到了他空跟唯识的一个关联性。那么明天呢，大概得要做个结尾了，就是唯识在藏地的开展的部分。那么总之呢，这个要想一下，这个唯识不只是在思想上怎么样影响到这个藏传佛教，而且在这个修行上啊，怎么样影响到藏传佛教，而且在其他教派这个弥勒的论点怎么样影响到其他的教派。那当然引申出来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想法，譬如说现在还有就是现在国际上唯识跟如来藏、唯识跟中观的关联性等等，这之后也会再谈到。那今天就讲到这里。Jagun Jile Jide